请问孙安暖小姐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一世人？稍等一下，你为当安尼就结婚啦？这嘛是倒有问题啊？根本我倒会有问题。阿芬，这件代志，阮无先找你参详，是阮唔对啦。你看，阿暖拢知影原因。我已经是你的情人，我要结婚，我先跟你参详。遐尼大的代志，你哪会当偷偷来啊？婚礼哦，就是要办较请赢的，好大家做伙来斗热闹啊！我这第二届啊，歹势麻烦大家啦。第二届又安怎？你无考虑你家己，嘛要替阿暖考虑一下嘛。人阿暖是头一届呢。我其实无要紧啦。阿芬，安尼你即摆的意思是？恁的婚礼交予我来办，哈？头一步就是见父母，恁两个人联络一下，互双方的家长见一面。阮爸早出去佚佗啊，伊讲我若是无结婚生囡仔，伊绝对无可能回来。阿暖，你咧？阮爹娘已经无伫咧啊。我看见爸母哦，都直接跳过来，免遮麻烦吼。我会记你阿暖，你是毋是有一个阿兄？阿兄，阿暖是去爸母啊，也有阿兄，起来照顾阿暖。就是你大姨的时阵，阿雄甲阮讲的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长兄如父啦。啊，你该联络一下，互伊甲咱见一面呢。哈，结婚哦，毋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是所有的人的代志。啊，你联络好以后甲我讲，其他交互我来做。好，再会，我要来好好计划你的婚礼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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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，拢嘛是你啦。讲啥物？我有阿兄，咱是要去倒落找哈？是嘞，迄个时阵我嘛是无法度，我嘛唔知影会变到即摆安尼。唉。